成本公主报告 ，Tissue please， 请所有的年轻人全部给我出来练舞。阿里根，老跑的小心你的屁股前面哈。算了，红龙龙，你把全部一起出来，通通皮壳。You my brother, I'm your sister. You my brother, I'm your sister. 这是他说的。You my brother, I'm your sister. You my brother, I'm your sister. 各位，我们今天呢拍的这个就是一个有点实现我的愿望，所以今天我来到我的部落基隆长大的地方，真的是基隆长大，所以今天看到的每一位啊，几乎都是一起在这个部落一起长大的人。然后我也很开心，今天可以带了这样子的荣耀，然后回来给部落。今天就是，这子头怕很方便哎。装一次就好。你知道我们今天就是要走一个金曲庆后面 after party。好的。如果我太夸张，真的，不要那么悲。对了，你这样讲我都放心了，我的不是好。等一下呢，可以给予场中央的有请者的高呼声。那等一下我们那个气氛姐姐可能她会把荧光棒的手环戴在你们的手上，可以戴在别的地方吗？你上线喝酒，你回来我再喝酒。新的那个。本来，其实我们之前姐姐在出上一张专辑《不要算女孩》的时候，我就一直有觉得，我们好像可以合作一下，因为姐姐唱歌真的太好听了，她就问我要不要合唱了。哦，哈哈哈哈哈哈！